那么在也叫没播客长分明话，白金木海第92课，耶稣把天王的心灵接待，喊我过路。耶稣把天虹的心灵接待，行路过路。耶稣把天虹的心灵接待，行路过路。耶稣把天虹的心灵接待。接待写错，接待写错，接待，是这个待，接待，行路过路。耶稣把天虹的心灵接待，行路过路。把心灵接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膜戴眼的海棠，热浪前面带着忙，啦啦啦。